明崇祯17年3月，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，崇祯皇帝自缢煤山，明王朝宣告结束。43天后，北京旋为入关的清军攻陷。同年5月，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，改号弘光，这就是历史上的南明时期。腐朽的南明朝廷不理朝政，沉溺声色，致使国势颓败，名声凋敝。在此危亡之际，江南的文人们议论国政，抨击时弊，以图挽救社稷，抗击清军。他们影响了一些不甘沉沦的秦淮歌女，这就引出了一段关于明末大儒钱谦益与秦淮歌女柳如是的历史传奇。好，请看看这个。等等我呀。好，请看看。请学这个关系。走好。请问客官请，柳如是住在这儿吗？柳如是，不知道。哦，他常住画舫，来去无踪啊。娘！抢人啊！你们不能抓他呀！不是抢人吗？这是中山王徐达之后，当朝的徐大公子，谁人敢惹啊？哼，江山就是败在这帮人手里。就是。柳如是色艺双绝，为金陵八艳之一，秦淮河无人不知，谁人不晓。只是去年得罪了徐公子，已隐迹多时喽。今日秦淮歌妓在半月轩有一聚会，你可去探问探问呐？谢谢先生。谢谢啊。如今兵荒马乱，姐妹们相聚一回不容易，独独就缺了如是姐姐。是啊，我很快就要离开金陵了，真想和如是姐姐再能聚一聚。就是，这个柳如是离开秦淮1年多了，连封信也没有。哎，真是个无情无义的东西。听说柳如是去了江北。
也不知是真是假。哎，来啦！姑娘们，来，大家趁热来尝尝我店里的名菜——金陵烧鸭啊！太好了，来，不去管它，我们高兴起来了。来，哟，真香啊！小公子、少公子，别坐在那儿，快来呀！来呀！是啊，快来吧。六位，好了，不要谈国事了。乔公子、少公子，最近梅娘学了首新曲，你们要听吗？我哪有心思听曲子呀？哎，乔公子，你不要听，我要听啊！梅娘，唱吧。红霞帐里度春宵，真是醉生梦死啊！清兵入关，铁骑所向，千里狼烟，万民涂炭。不久就要挥师直下，一马长江。今日你我欢聚，不知明日何时身首异处。你这个傻公子，刚灌了一点黄汤就耍起酒疯来了。堂堂7尺男子汉，就知道哭天抹泪的。你看看葛嫩娘，区区一风尘女子，尚知道投军从戎，报效国家。嫩娘，今天是送你上扬州，亮亮你的剑术，让这些书呆子们开开眼。如此献丑了。不错呀，真是吓死我，真吓死我了。坐吧。哎呀，嫩娘，你的剑术真不错呀！看把他吓的。喝点吧，好。来。你是黄大爷，不认识我了。啊，原来是你呀！快上楼，他们怕你都盼坏了。请。来，请。姑娘们，你们看，谁来了？如是姐姐，你们好。如是姐姐，你这个鬼丫头，你这么一打扮，走到街上
我们都要认不得你了，可不是吗？是吗？是啊，大家都好吗？我们还是老样子。这一年，你躲到哪里去了？如是姐姐，你把我们都想坏了。嫩娘妹妹，我也非常思念你们呐。这几天我做梦都梦见你，我这一去，不知何年何月我们才能够相逢啊，姐姐。嫩娘妹妹，你去从军，是我们青楼的一件大喜事。姐姐祝你马到成功，为国峥嵘。红杏，小姐，这里是我的一些珠宝首饰，约值数千金，聊表寸心，劳妹妹代史阁部收下。姐姐，我代前方将士谢谢了。现在嫩娘代表我们众姐妹与清兵决战，谁说青楼无须眉？嫩娘就是个女中英豪。是啊，请。请。哎，壮士，你找谁？柳如是。哎，谢。啊，请问各位，柳如是在否？你是何人？找他何事？在下孙克贤有要事找他。他不在。壮士请留步，请你把剑给我看看。子龙，子龙，如是，如是，如是。你就是柳如是，叫我好找啊！壮士。少爷，柳如是的船到了半月仙了，人呢？人已离船而去。有船必有人，吩咐下去，给我四处打探。是。清军为何要抓柳小姐呢？去年我们到徐府唱堂会，徐清君欲行非礼，如是姐姐性情刚烈，砸了他的祖传之宝，故而到处抓他。哎，别再说那徐清君了，扫了我们大家的兴。来，好。孙壮士，请你说说陈子龙的事儿。他一去3年，音信全无。边关失守，江淮吃紧，莫非他又投史阁部了？姐姐，这回我到了扬州，非要狠狠地骂他。
叫壮士带回七星宝剑，莫非他有悔婚之意？不，他绝无悔婚之意。唉，真是个闷葫芦，三棍打不出一个屁。你快说呀！那他一定身陷囹圄，如是情愿等他一辈子。柳小姐，子龙大哥已经为国捐躯了。柳小姐，如是姐姐，如是姐姐，如是姐姐，如是妹妹，柳小姐，子龙大哥嘱咐，请保重贵体，切莫苦守，另找个如意郎君吧。柳小姐，这是子龙大哥给常熟钱谦益的亲笔信，请柳小姐务必交给他。他是东陵魁首，让他出山是众望所归呀。如此江山有望，社稷有望，黎民百姓亦可免遭涂炭呐。子龙，子龙。
金姐，我看如是姐这几年里四处颠簸，这次又伤心过甚，看来身体需在你处将养才是啊。是啊，不过你也知道，如是性格倔强，子龙的事他是一刻也放不下的。我看他在这儿待不长。唉，如是真是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啊。红杏，如是刚睡着，小心别吵醒了他。哎。我们快走吧。哎。小姐，快喝药吧。小姐，你找什么？子龙给钱大人的信呢？啊，你等一下。小姐，昨天半夜你看过信以后，我已经把你收起来了。老人家，请收下。公子，实在对不起，我家老爷自从退隐以来，从不会客。我家小姐，我家少爷可有国家大事找钱大人，耽误了，你担当得起吗？那老爷更不见了，他决意官场多年了。两位请回吧。哎，你知道柳如是吗？柳如是？啊，不知道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不打扰钱大人了。哎，公子，请在花名册上留个名吧。钱总，有堂报吗？没有，老爷。有没有信件呢？没有。老爷，适才有位少年来拜访，给我挡了回去。他没有留名，只提了首诗。哦，诗？啊，老爷，你看，西陵月照紫兰丛，杨柳丝多带好风。一树红梨更惆怅，分明遮向画楼中。柳如是。
小姐，老公公来问是否开船。告诉他老人家，船今天就停在这里，不走了。小姐，我们等不到钱大人，何必还留在此地呢？我等他3日。快点！小姐，小姐，钱庄果然有人赶来了。什么？是钱先生来了。河东君，在下柳如是，请问先生，我不是常熟钱谦益？正是老朽，不知河东君大驾光临，特来负荆请罪。岂敢岂敢！先生乃一代宗师，小姐和钱先生船上船下的，客套什么呀？啊，钱先生，请上船吧。好。先生小姐，请用茶吧。河东君风流儒雅，名不虚传呐。先生的初学集，我正在拜读，得意非浅。不才拙作，有无会目，不值一看，不值一看。紫龙塔。马革裹尸，笑卧沙场，名垂青史，死得其所。木斋与子龙君交易甚厚，知之甚多，期望也高。大明要中兴，非用他不可，谁知他英年早亡。子龙生前只推崇史可法和钱先生，他在临死前还拖延要先生出山救国救民。一树新草关，只见子龙虎阳行，一日收集是赚宝，一日
心，真乃仕途多险阻，神将豪情富斯文，天下大事由他去。落得过田园四居住一情。先生，子龙一片赤诚，木斋不惜以命也当报效国家。只是岁将垂暮，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钱先生，河东君，容我再思。红杏，这宝剑原是先生的祖传之宝，3年前赠子龙携带从军，如今子龙死了，这宝剑理应物归原主。子龙已死，你就留作纪念吧。我是一个弱智女人，要剑何用？河东君，河东君，此去何处啊？飘飘何所似？天地一沙鸥。河东君，小姐，河东君，好烫啊！河东君，你不能再走了，在我山庄调养身体要紧呐。来。红星，红星，醒醒！啊，是钱先生。嘘，来。红星，小姐好些了吗？吃了先生送来的药，好些了。啊，这就好了。我又让钱宗给小姐去名医处配了几帖药。谢谢先生，我这就去取。好。
钱先生，你笑话我吧。钱先生，你的用心，我都明白。难得你一腔傲尽生须眉，怎知我饱经用作张怀心。想当初少年得志不识途，三十阳明在怀里，我一人东岭当内陈怀书，我一人鞠躬尽才为礼。薄地方中言杜儿云，复断早起别山林，白燕当前风雨生，时牵我心，宽尽早人在铺败江山情，不将他是问黄昏，江南小道不变爱，雨过雨淋雨几人，一人落年怪不分。
河东君身为女子，尚有如此情怀，木斋我还有何辞可辩呢？只是目前朝廷动向不明，首辅马士英又是一手遮天，纵有建功之意，恐怕报国无门呐。近来民谣四起，说是大明耀星，武举时可法，文举钱木斋，呼声日渐高涨。先生东山再起，想必指日可待。东山再起，学生跪请先生出山。起来，起来，千万不要这样。先生不出，学生长跪不起。你快起来吧，出山一事，容老夫斟酌。你答应了？真是个孩子。先生，你爱听什么曲子？弹你爱弹的，唱你爱唱的。美马吟咏芳草地，好梦随续心东望青云，秋分明，共结芳泽，四季这是你的诗，你的曲。不知河东君一去，何时才能重逢？大千世界无遮无拦，何时想来，何时便来。半夜堂的大门一直向你敞开着，何时倦了、累了、病了，你就回来吧。啊，是，先生。孤身一人，凡事自己珍重，有事无事，少奉信来。先生，出山一事，此事老夫绝不失信，在何时时机，老夫自当有所作为。先生，学生告辞了。等一等，这是子龙的遗物，还是归你保存吧？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。茫茫中华，自有挂剑之人。你
就放心去吧。你，兔娘，快去救小姐吧！啊！哎，站住！哎，开门，里面有活人吗？再不开门，奶奶我要砸了！走开你！哎呀，滚！干什么？兔娘，光天化日抢人家姑娘，许大少爷，你会有报应啊！像话呀！这也是人呐，他不能随便乱抓呢，还有没有王法呀？太不像话！出来，徐信军！徐信军，你还我姐妹，否则我跟你没完！兔娘啊，我徐清君平时请都请不到你，今日你送货上门，好，大爷我有的是胃口。来，是。哎，怎么能抓人呢你？不行，别杀的好，抓了柳如是还要抓我，天理何在呀？何在呀？你们太不像话！太不像话！哎，快快！少爷，这来了的啊！哎呀，果真是钱老先生。徐大公子，府中说话吧。好，请。好。听说大公子出价5000两，到处求购此画，是吗？是啊。先生，你开个价吧，晚上我贵贱不还，8000、9000、10000两银子如何？货卖10家，大公子既然喜欢，钱某分文不取。先生是开玩笑吧？钱宗
把画交给公子。是。啊，承蒙钱老先生看得起我，日后如有用得着我徐清君的时候，只要一声吩咐，我在所不辞。不用客气，坐嘛。实不相瞒，钱老先生乃是当代名士，文坛宗师，今日屈尊下访，慷慨赠画，清君我还真有点想不通呢。听说府上有一祖传之宝龙凤玉瓶，价值也是5000两，公子肯否让钱某过眼呢？嗨，别提了，1年前家母做大寿，请了秦淮歌妓柳如是来家里唱堂会，哎呀，你来了，你的脸长得可真漂亮。来，咱们到那儿去玩玩啊！来吧！哎呀，你放尊重些。好，那就在这儿。来，坐。哎，你别！呀，你把它给砸了！来人，是，给我追！是追！哎呦，把它给砸了！大公子，5000两银票，请过目。哦，这是何意？放了柳如是和郑妥娘，算是你我之间的一笔交易。徐老先生，原来是为了这个。实话实说，徐某，我平生就爱玩个活物。一个烟花女子犯得着如此破财吗？又不是聘亲娶老婆，何必呢？徐新君，你竟敢抢夺人妻，该当何罪？人妻？谁是人妻？柳如是？一个秦淮女子。钱老先生，玩笑开大了吧？信不信由你，反正我要明媒正娶她的。你若放明白点儿，我也就不予追究了。哼，我倒要当面领教领教。我就不信你能明媒正娶她。哎，那你就看着吧。好啊，请。柳如是，快出来，见见你这位老相公。快点出来！如是，妥娘。钱先生，钱先生，如是，你受苦了。钱先生，搂啊，抱啊，怎么钱老先生一下子斯文起来了？夏刘佩，你哎呀，你就是太任性，害得我一把年纪到处寻找。其实你有什么想不开的呢？我不是答应了你要明媒正娶的吗？哎，你就是太性急了嘛。好了，乖乖的跟我回去吧。你是我的人了，谁还敢欺负你？懂了吗？哎呀，
你哭什么呀？啊？我哭我出身卑贱，才到处受人欺负，哭我命苦，眼看就要和你成亲，可是又受了一番折磨。穆公，如是我固然不该任性，可是白白的受人欺负。穆公，你要为我做主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好，如是。啊，都怪我徐某耳目闭塞，冒犯了钱先生。啊，误会。刘小姐，你抬抬手，你我一笔旧账也算了了。来人呐，送客。哼，送客。如是，我们回家去吧。啊。我们走吧。请啊，留步，请。可惜是一出戏。请。刚才所为实在是迫于无奈，非如此不能解救阁下，望河东君多多包涵。先生不惜名节，为我一风尘女子担当名义，如是真不知怎样才能为先生洗刷干净呢？这是从何说起？莫摘我何等人表，敢配阁下？河东君不嫌弃我一把年纪，常来常往，莫摘也就心满意足了。难道还能奢望些什么？先生，何不讲下去？阁下以为我想讲什么？先生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吧。河东君，钱宗，快，轿子跟上。老爷，钱宗，你留下，带路。快点，快！钱老先生乃朝中元老，众望所归。至此存亡之际，万望平弃前嫌，务请入阁。是应才疏学浅，暂充首辅，毕竟不是材料。日后朝中要务，自当请教先生定夺。
一旦时机成熟，世英便打算下野让贤了。请请。小姐，你听。走开走开，干嘛？走开！滚！哎呀！如是，你看，大名鼎鼎剑先生，真武宝剑张君英，他做男儿有志当世传，为国为民，建功勋。可惜朝廷不识贤愚，千亿一代雄才却被埋没深山。子龙，你的遗愿就要实现，九泉之下，你也该瞑目了。15年漂泊于世，流血多少位梦归家园，乱世苍鹰下无风雨，老子
留步，恕不远送。走好。请问大人何处下榻？快去秦淮半月桥。小姐，你在想什么？我看钱先生今天未必能来了。唉。如是。钱先生来了，红杏沏茶。先生，请坐。啊。哎呀，木斋来晚了。先生来得正好，先生，你看。月儿圆了呢。秦淮风月，天下闻名啊！是啊，古往今来，秦淮风月不知造就了多少文人骚客。不过，单就秦淮的诗句，我倒是喜欢这样两行。哦，哪两行啊？秦淮一月，享受不尽脂粉。大江南北，消磨几多豪杰。算讲起来，木斋也爱两句诗：十里秦淮六朝金粉，任你春来冬去，荣枯兴衰。唉，都让他们搜刮尽了。分月了，分月了！啊，秦淮分月了！哦，小姐，快来啊！哎，来，快！小姐，快来！小姐，不好，秦淮分月没在冬日15，阳春3月，怎会出此奇观？想必是亡国的征兆。此话怎讲？秦淮一日，好比大明江山，一半已现，另一半也岌岌可危了。哦，河东君，看来钱某出山一事，还需重新酌定啊。先生，我看你倒像个观星象、看风水的测字先生。哎，天人感应不可视若儿戏呀。先生，你再看。分月合圆，分明预兆南北合璧，江山一统，哪里是什么亡国恶兆啊？倒也在理呀。你看我未曾出山，倒先怕起来了。
还是河东君聪明，木斋自愧不如哦。先生小姐，请吧。先生金陵之行可有什么消息吗？实不相瞒，木斋刚才气喘吁吁，正是从马士英府上议事出来。依我所见，马士英也是实在混不下去了。不过，真的要我出山，我可不愿当一摆设，出将入相，舍我其谁？16年，好端端一副江山，叫这些昏庸之辈搞成这副样子，真是叫人心痛啊！听说马士英为人一向奸诈，背后又有个善弄权术的阮大铖，先生日后处事可要多加留心呐。放心，阮大铖和我斗了几十年，从来没有占过上风。如今更是臭名昭著，死虎一条啊！俗话说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先生提防着点儿就是了。卢氏，你也应该有个家了。家，我的家在船上，在水中，在风雨飘摇的秦淮河。不，这不是你的家，这是公子哥儿买笑的场所，是你受苦受难的地方。是血，是泪，是伤心，是屈辱，是地狱，是繁荣，是……之言未免太夸张了。
知道你心中忘不了子龙，可是你终究还要活下去啊。少年子龙死了，若有个老年子龙，你愿不愿意嫁给他？先生说出此话，莫不是即兴作诗吧？胡须为凭，明月作证。你若还是不信，那我先与你在此船上先拜天地。来呀，你来呀！先生，我信，我信。其实我又何尝不知道，我这把年纪委屈了你，可是我实在是喜欢你，不放心你一个人再闯荡下去。说实话，若不是你和子龙这样看重我，我真的懒于出山了。如是，做我的夫人吧，我愿你永远陪伴在我身边，我需要你呀。如是我本是一风尘女子，蒙先生不弃，施我恩爱，我是万死难报于你。如是，请先生收回这支宝剑，从今以后，剑在，情在，国破身在，如是情愿捧杯执盏，堂下为璧，生生死死，永远追随先生。明月有眼，请为钱某作证。木斋垂暮之年，得一奇女为伴，赴汤蹈火，绝不辜负家人的一片期望。清风为誓。想不到钱谦益真的要娶柳如是了。哎，大少爷，听说钱木斋还答应了柳如是的要求，要亲自到秦淮河来接亲呐。这真是千古未闻的风流韵事。这么看，我们得想个办法，给他送个礼品。哎，拿香蕉皮、橘子皮打他们。马相爷，马相爷，马相爷，大成兄，什么事啊？钱木斋要正式娶柳如是为妻了。文人嘛，风流事难免的。是啊，其实小弟早就说过，这钱木斋乃文坛浪子，中看不中用，哪有什么大用场嘛？马相爷，不过他要在秦淮河上大办婚事，个中会不会别有用心呐？这好人惯用沽名钓誉，哗众取宠。那柳如是一向是标榜气节，忧国忧民，
钱穆斋在这个时候想要娶她，我看分明是要朝廷的难堪呢。既然这样，为什么还要启用他呢？朝野上下呼声太高，圣上嘛也要摆摆平啊。近日又有传闻，说是马相爷你有心下野，给钱穆斋让贤，不知……嘿，他还当真呐？啊！今天是我们秦淮姐妹大喜的日子，如是姐姐有个好归宿，我心里头……玉姬，如是姐找到钱老爷这样的大好人，我们应该为他高兴才是啊。是啊。青春已是不上君，每生年华最难留。更见风尘催人老，追寻空分别马头。昨日里高温归入牡当真，明日间不留意，归回山区便是秋。是啊，看着一天天的老了，可就是遇不上一个可心的人。有时候想着想着，我就恨不得就像你一样，索性上山得了。就你话多，看我不教训你！好了好了，别闹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？快去看看新郎来了没有。我不请自来了。你呀，一点规矩都不懂。我就要破破你那规矩。我要好好操办这场婚事。少爷，柳如是的花轿快要到了，是吗？来，到时候啊，咱们就把准备好的礼物都给我上去。你看。谢谢大家。来，准备好来了，给我扔，就朝脸上扔，这开心的你怎么岂有此理！快，
回去我正吃橘子，快点，别怕，别容易吃哦。怎么回事？让你上路，快走快走！前柳结缘，乃文坛佳话；如此骚乱，乃小人之为啊！无法无天，成何体统？就是太像话了。小心点，哎，当心。无赖无赖，真是岂有此理！把窗关上。关窗吧。开船吧，快开船！木工，快开船吧！都怪我异想天开，还要大办。老大，哎，帮忙把船开走吧。不能开走。如是姐，让我出去。如是，我要出去。这如何使得？你千万不能去。你不能再抛头露面了。你不要再冒风险了。你出去要吃大亏的。好戏要收场啦！成什么场面？给我滚回去！对，滚回去！回去了。你看，是柳如是。哎呀，真漂亮！少爷，你看他又出来了。啊，继续干。回来，危险！如是，你回来。漂亮哎，真是真美，太好看了。尊敬的父老乡亲们，你们说我柳如是很美，是不是？姑娘，你是天下最美的，是不是啊？是最美的。可是你们不知道，我是天下最苦的人。从小我就失去双亲，被卖到秦淮河。多少年来，我在这里卖歌、卖舞、卖笑，受尽了那些王孙公子、达官贵人的欺负和玩弄。有谁知道我心中的苦啊？今天钱先生要救我出火坑，他要明媒正娶于我，让我做一个真正的人。可是他们这些王孙公子就是要捣蛋。你这个小娼妇，给我闭嘴！对，就是啊，闭嘴！这帮流氓在那，还不能赶走？打！干什么？滚！走了，这帮流氓在那。哎呀，好，钱先生，谢谢各位乡亲们。走吧。柳如是，说下去啊！对，说下去啊！说吧。多谢各位父老乡亲，今天我要为大家献上一曲，本应该是高高兴兴的唱，可是眼下清兵入关，北方沦陷，我们大明朝早已是山河破碎，风雨飘摇。一想到这些，我就感到心痛。
颠倒。生活放眼了，越南民来到，身上忙故事常在，中国最离温柔。圣旨到！钱谦益接旨。诏曰：钱谦益暂缓返回常熟，留于金陵，后旨上任。江山有救了！姐姐来了，是姐姐来了，太好了，这下太好了，是太好了，一定是姐姐。来了。深更半夜的，谁呀？
谁想得到，你还能活着回来？想当初在秦淮河上，谁不羡慕你陈公子风流倜傥，一表人才呢？如今成了这个样子，如是要是知道了，真不知该怎么心疼呢。托娘，不必再忙了，我要马上离开秦淮。怎么，你不见如是了？他可是为你整整守了3年，你就因为他嫁了人？不，子龙断无此意。如是有了好归宿，我就放心了。那我是朝廷通缉的罪犯。罪犯是你，陈子龙？淘气。木斋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哦，什么日子啊？你呀，好忘性！今天是钱大人第一次上朝的日子。哦，我是山野散淡惯了，不是夫人提醒我，几乎误了大事啊。哦，啊，夫人，老爷夫人早安。好，退一下。木工，如是敬你一碗八珍粥，调养身体，好谋图国事。哎，红杏钱宗，快帮老爷更衣。佛要金装，人要衣装，这话一点不差。哎，木斋，你换了这身朝服，就像换了一个人了。不过，你要把须发染一染。哎，结婚尚未染须发，如今倒要染起须发来了。哎，此有不同，结婚是你我之事。如今你要上朝，不能让圣上还有大臣们觉得木工有点那个。你去照照镜子，看看满意不满意？满意，满意。如是，你真是我至亲至爱的好夫人啊！木斋，男儿有泪不轻弹，你此番入阁，必多生事端，还望多加珍重。
哎，治国方略呢？前日已托人面呈圣上。如此说来，今日即得佳音，我一定亲备酒宴犒劳穆公。好，多谢夫人。恭喜恭喜恭喜！多谢多谢多谢。公公来了，公公早，公公早。今日皇上龙体欠恩，请诸位大人回去吧。穆公，这是常事，不要介意。走吧。告示？什么？这是满清军的告示吗？你看，真不行，怎么贴到京城来了？怎么贴到这儿来了呢？哎呀，这实在不像话，真是。停轿，停轿。宪宗，何事喧哗？禀告大人，是清军誉王的告示。把他撕下来，上马大人家。姚公，你看，清军的告示贴到金陵城来了。大清国誉王多铎诏令江南百姓，猖狂，太猖狂了！哼，简直欺我大明无人嘛！穆翁息怒，穆翁息怒，请。唉，国运多难，内祸未了，外患就起。我当宰相的真是独木难支啊！穆翁，你的治国方略，圣上看了。哦，圣上以为如何？你看，这是御笔批文，他称赞你是文坛魁首、治国良臣呐、穆翁才胜老朽10倍，是应理当让贤呐、哪里，姚公你过谦了。方略里有几处，圣上嘛，有何不妥？姚公尽管说。穆翁在方略之后，又附了阻隔名单，这是不是有点画蛇添足了？这怎么是画蛇添足呢？有良策而无良臣，良策还不是一纸空文吗？如君所言，现今内阁诸大臣俱非良臣喽。国势颓衰，内阁应负其责。穆翁，你也太迂直了。
组阁名单竟列副社、己社人士，会有党锢之嫌，这也是圣上之意。木斋，这岂可违抗啊？诚如穆翁所说，内阁办事不力，是应一定尽弃前嫌，保荐穆翁。圣上也一向敬重你，宰相之位非你莫属，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呀。这有一份联名保荐阮大铖任兵部侍郎的奏折，穆翁，你就领头具个名吧。不，此事断然不行。怎么个不行啊？阮大铖是阉党余孽，认贼为父，助纣为孽，劣迹累累，举国共愤。我钱某耻于与他为伍，岂能保荐他做官呢？穆翁差也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袁海误入阉党，因其少不更事也。如今他洗心革面，立志报效国家，岂可拒人于门外？穆翁要当宰相，就该有宰相容人之洪亮。再说，启用阮大铖也是圣上的旨意。阮大铖一拥立圣上有功，二擅作传奇，深受圣上宠幸，这你不是不知道啊。圣上，圣上，穆翁，治国方略要紧呐，是应唯愿你早日入阁，实施治国方略，大明中兴有日了。大明300年，党争不断，只有今日亡国之祸。邀功，恳望我们摒弃党争，精诚相协，力排内扰，一致对外。难得穆翁有如此拙见，大明全靠你啦！邀功，告辞了。快备酒宴！穆公，如是。圣上之意如何？这是御笔批文，圣上颇为赞许，方略要做删改。那太好了。
也是万象之母之名，新婚早那一之别，分别无息所见瞬间，我不扬名。着礼部尚书钱谦益立即裁选工人，将燕子坚、春灯谜等4部传奇配置以歌，且为中兴一代之乐钦此。臣妾以为裁选工人乃取王之道，4部传奇无以后庭花，不可为之。清军陈兵江淮，江南民心惶惶，不战自乱。广选歌舞，正可安定民心，宣播忠心。你美言惑主，望圣上明鉴。朕意已决，钱谦益，你须着力遴选，如有不妥，严加查办。臣领旨。荒唐，荒唐！哼，人家把刀架在脖颈上了，居然还有心寻欢作乐，荒唐，荒唐啊！王老板，那就来。钱大人，你喝醉了啊？我？我没醉，我脑子还清楚得很，知道了弘光帝是个大混蛋。钱大人，你真的醉了。王老板，王老板来了。王老板，妥娘，这么急，你有什么事吗？不好了，乔公子被刑部抓走了。顾梅他们一群姑娘也被礼部传走了，钱府周围到处都是马原的人，我也进不去啊。你给柳如是捎个信，让他到栖霞山珍宝庵去啊。哎，此事不能让钱大人知道，等他上朝了以后再去说，跟如是说姐妹们都在那儿等他，明白吗？知道。玉京，妥娘说是有消息来，我才准是葛嫩娘的消息了。嫩娘没有消息。啊，如是，走累了吧？快坐。梅娘呢？她怎么没有来？问你那位钱大人。问木斋？对，就是他把梅娘抓走的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木斋会抓梅娘，真是奇谈。这既非奇谈，也不是玩笑，这是事实。证据何在？这就是证据。不会的，他夜夜与我商议治国方略，他是正人君子，怎么会做出这等伤天害理之事？过去我们也以为他是正人君子，可现在他成了什么人了？他与马原狼狈为奸，
大抓东林党附设君子，乔生至今下落不明。他广选兵费，大征歌舞，秦淮旧院已被抓去了大部分的人，这都是……托娘，坐下。托娘，不要再说了。我们姐妹起先也不相信啊，可事实总是事实。你是钱大人的夫人，你一定要把梅娘、乔生他们救出来，也不枉我们姐妹一场。我还是不相信。俗话说，知夫莫若妻。如是，你到底救不救人？你要是见死不救，我们姐妹的缘分就算完了。托娘，你让如是想想办法嘛。梅娘是你们的妹妹，也是我的妹妹，我一定会救她。至于木斋嘛，我一定回去查清。他若如你们所言，我绝不轻饶。若传言有诈，你们要向木公负荆请罪。好，一言为定，告辞了。哎，等一等，你要见一个人。何人？你跟我走吧，反正是你想见的人。走。就是他。如是，是我呀。是你，你是子龙。如是。如是，如是。子龙，你还活着？活着，我还活着。一场暴雨浇醒了我，我爬呀，爬呀，爬到一间茅屋前，被一位老人救了。我原想重返战场，可是因为我的主帅洪承畴降了清，我也就成了朝廷通缉的罪犯。子龙，我对不起你，可你竟会死了却又……
报国父们同岁心意。留下，将之木工和你于何地呀？我是朝廷、清廷都通缉的两重罪犯，天地之大，竟容不下我陈子龙啊！我们收留你，木工也会同意的。我这样留着，比死还难受。我去意已定。子龙，不要多说了。我此去头10个步。若是木工现遭非议，你要为他一洗清白呀。夫人回来了，堂上有客等候。老爷还没回来。参见尚书夫人。啊，葛嫩娘。哎，这位是？夫人。哦，是孙壮士孙克贤。是啊。哎呀，
一身戎装，英姿飒爽，真不敢认了。哎，快说说扬州战况如何？请。孤城被围，已非一日，清军数10万强兵日夜攻打，眼看扬州难守，可朝廷至今不发援兵，这究竟是何道理呀？听说阮大铖现今掌握着兵部衙门，保荐他的居然是我姐夫钱谦益。如是，我真不知你这贤内助是怎么当的呀？嫩娘，钱夫人，嫩娘脾气爽直，请不要放在心上。我们姐妹的事，不用你来插嘴。嫩娘，难道你从扬州回来，就是为了来教训我的吗？那倒没工夫。不过，我若早知道钱谦益在金陵城是现今这样的口碑，真不该在史阁部面前夸下海口了。夸下什么海口？我说，只要柳如是还在钱谦益身边，那钱大人便是朝廷中一个醒着的人。只要钱大人醒着，就不会无所作为，他就会敦促朝廷发兵增援扬州，只要守住了扬州。可是朝廷是醉了，钱大人也醉了，连柳如是也醉了。我醉了，穆公醉了。钱夫人，听说钱大人终日泡在酒馆里打发日子，有这事儿吗？夫人，穆斋，醒醒吧！是夫人，来，干一杯。你不是上朝吗？怎么到酒楼来了？你骗我，还要骗多久？夫人，红光一久不上朝，我怕你担心，我出来散散心的。治国方略，圣上正想实施呢。夫人，回家去吧。穆斋，你知道吗？扬州正危在旦夕。如是，你说什么？这是告急公函。你何以处置？这公函不成兵部，为何成礼部啊？陈国兵部，无奈阮门深似海，他们只得送到你这里来了。是葛嫩娘、孙克贤送来的。他们人呢？他们无缘拜见你钱大人，只好重返扬州。穆斋，这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啊！马阮让史阁部苦守扬州，是借刀杀人、铲除异己的毒计。可怜一代忠臣。穆斋，你要直接呈报圣上。好吧。你们先下去吧。
是你签署的礼部文告。你知道顾梅已入征戏班？略有所闻。是你保荐的阮大铖？那居部副摄、给摄的君子，也有你的份儿。我绝无此事，上天可鉴。我还看不出穆公是一个城府极深的人，居然瞒得我滴水不漏，却总拿治国方略来骗我。夫人，我绝无此意。可怜前府上下，每日天不亮就伺候你上朝，眼睁睁的盼着你回来。原来你什么事情都不干，还装模作样来骗我。穆斋，你太叫我失望，太叫我伤心了。夫人，你哪里知道我的苦衷啊？我以为一平常时只为戏，在朝中礼部已是榜眼。不曾想同人厉害马金莲，不曾想这件真让全见。榜眼的不义忙着打戏班，写兵的马金莲的英勇，恰在是逍遥团酒杯。此届圣上之意，谁能违抗？保荐阮大铖是我一时糊涂，轻信了马士英，断送了多少英才性命，我已悔之不及。我曾想入阁主政，现在已成虚幻。如是，你这个书呆子！看来我只有激流勇退，回常熟乡下去了。穆斋，你好有出息！莫非你们读书人只有一个本事，大难当头一走了之吗？你走了，顾梅、乔生他们怎么办？南朝的百姓们怎么办？对你寄予厚望的乡亲们会怎么想？青史会怎么评价你？你干下的那些丑事又怎么能洗清？你能心安理得一走了之吗？夫人，你说我怎么办？武将死战，文官死谏。老爷夫人，阮大人来访。说我不在，免见。不，要见。钱夫人，自从你与钱大人结缘以来，愈发光彩照人了。钱大人，你艳福不浅呐！阮侍郎到此有何见教？若无他事，钱宗夫人送客。好痛快！我也喜欢直话直说，那就请钱大人、钱夫人担待了。燕子间4部传奇尚缺几个角色，圣上不悦，令袁海广搜旧院，堪称角色的郑妥娘、边玉京不知去向，闻钱夫人与他们交往甚厚，请钱大人、钱夫人指拨。阮侍郎到此，是教我出卖朋友喽？
这可是圣上之意呀。我们久不交往，他们行踪委实不知啊。你想知道他们的行踪吗？他们现在何处？扬州被围，金陵难保，他们逃难去了。那么秦淮歌女藏到哪里去了？要我告发，瞎了你的狗眼，阮大铖。要记早上头一打，有鸟不行还种粮，西莲瓜子当农人，黄皮是林是文章，你可知情为姐妹，有志相不相防，故农工商。还我顾梅，还我复社君子，还我社稷！你不要太猖狂，待我呈报圣上，拿你一并治罪。阮大铖，你欺人太甚！如今国难当头，你身为朝廷命官，理应明察时局，为大明分忧。哼！你我朝廷见。圣上应具听奸臣之言。明亡之时日近，圣上宜尽君子之党，而远小人之邦。敕奸佞，废苛政，镇朝纲，举厉兵，息歌舞，想当即刻驰援扬州。非如此，不能救社稷，兴大明。臣再呈实践书和救国方略，叩望圣上明才。而为礼部尚书，治事不力，反而谬言谤朕，真是岂有此理！圣上，为明圣上视听，微臣何惜以命？如此下去，大明指日可亡啊！给我拖下去，廷杖80。圣上息怒，圣上息怒。给我轰出殿去！亡大明者，乃大明也，非卿也。
快，把它搬过去，快点，那边这过去哪儿啊？哎，这个放那边去，快点！哎，夫人，老爷，秦兵已打过龙潭，不过半日就到金陵了。夫人哪儿去了？快把夫人找到！不，快备轿上朝！圣上！钱谦益听旨，朝廷危殆，御驾南迁，亲命礼部尚书钱谦益代理首辅，留守金陵，钦此。不，臣实在是才疏无能，不堪担此重任，恳请圣上另为贤能。穆公，圣上和马士英阮大臣早就溜得没影了，你还蒙在鼓里呢。你们读书人一辈子不就图个出将入相吗？穆公，如今你当上首辅，又何必推诿呢？这可是一番正果啊！我也伺候大明朝一辈子了，也该换个主子了。穆公，你我就清朝见吧。昏君！天哪！这是一个为非作歹的朝廷，一个暗无天日的世道啊！圣上还看得起我要当宰相了，我要当宰相了，我要当宰相了，我要当宰相了。一字
晚就逃不出去了。逃？逃？到处都是清兵的天下，往哪里逃啊？诸位，国家弄到这般田地，还生气什么呀？你看啊，诸位啊，国破家亡，我们孤儿寡母的往哪儿逃啊？把当官的拉下来，好好问问他们。对，问问他们。对，让老百姓想想。大家高抬贵手，高抬贵手！各位不要认错人了，这位是钱大人。钱大人又如何？阮大铖的官不就是他保举的吗？还不是个狗官？对，钱大人当的也是受气的官，他不是留下来和我们在一起吗？可是马士英、阮大铖这些狗娘养的官早就溜走了，大家何不找他们算账呢？大明朝弄到这等地步，还不是他们搞坏的？找他们算账去。对，走，有种的把他们房子给收了。对，走。哎呀，多谢了，多谢了。其实，大人有多少能耐，小的早就清楚，只是不想点穿罢了。哦，叫我说，你们读书人是明事理想做事的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是不会自作自荐的。大人，我说的是不是？没想到，偌大金陵城，知我者，竟是你王老板。千亿不忘与你相处一场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慢，大人，小的还有一句话。哦，店家指教。以后说话，1是1，2是2，不要说得太满，到头来自个儿圆不了场啊。大人，小的放肆了。不，尽管说，尽管说。钱大人，干！干！子龙死了，木工又不争气，真够如是姐姐伤心的。没想到，这个钱木斋一点用场也没有。哎，你们都不要说了，如是来了。如是，凭我们几个风尘女子，能回得了天吗？偌大江南，多少人谈论忧国忧民，可
可是真敢舍出命的，又有几人？你我柔弱女子，又何苦想他不开呢？事到如今，还是想想我们自己的归宿吧。哎呀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是。老爷，各门俱已关闭，只剩下水上一条出路了。哎呀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这些破账本？如是姐，田先生有何打算？身为朝廷命官，当与城池共存亡。顾梅、玉京、托娘，快上船吧！如是姐也在这儿，快上船吧！托娘。来，当心点。如是姐姐，快上船呀！如是姐姐，如是姐，如是，快上船呀！这。老爷，夫人回来了。快，准备出城。哎呀，夫人，你让我好找啊！
夫人，你在做什么？木斋，你看我美不美？美，很美。木斋，我永远像现在这样陪伴着你，好吗？如是，你今天怎么说起这些话来了？木斋，你来。你坐。今日乃端阳佳节，你我夫妻饮酒作诗，如何？木斋，今天你有什么事吗？夫人，清军已经屯兵郊外，就要攻打金陵了。圣上和各部官员均已携家带眷逃离危城，再晚一步，恐怕……哎，你我今日的酒还是要饮的，喝。夫人，听说清军十分凶残，在扬州城足足杀了10天，把个瘦西湖染成了红色，我真怕。木斋怕什么？这怎么说呢？按说，改朝换代也是常事。亡国之祸，罪不在你我，我们何苦冒此风险呢？老爷，夫人，老爷，有人等在外面。夫人，稍待片刻。这是刘范两位老爷拟定的降书，说是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才用，请老爷过目。钱宗，送客。是。钱宗，快把酒宴搬过去。是。夫人言及，
今日乃端阳佳节，莫斋恍然大悟。今日不正是屈大夫沉江之日吗？来，你我高歌好饮一笑前嫌吧。你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得清白在人间。士大夫名节为重，生命又知几何？老爷夫人，酒席准备好了。来，夫人，喝杯酒，暖暖身子，壮壮胆。木斋，你真的愿意死？难道夫人不是这个意思？原来是我误解了你。木斋，你靠近我一些。不是我再三再四苦劝你出山，或许……哎，读书人嘛，功名二字原是看不破的。来，夫人，喝。
我再敬你一杯。木斋，我也敬敬你。如是，木斋醉了。木斋，如是也醉了。夫人，夫人，千宗，搀起夫人，快走！夫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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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再喝了，不要再喝了。夫人，你的酒量太大了，太大了，我怎么也不醉？醉了多好，醉了就看不到你这个样子了。醉了就不再伤心了。如是，我知道我不是英雄，我也早就说过，我不配做宝剑的主人。你把它收回去吧。天哪，木斋，你将我嫁你一场，竟视若儿戏吗？夫人，你听我说。我不要听。你听我说。我不要听。你听我说。木斋，你太叫我痛心了。一波儿苦尽，一波儿苦尽。你不要求牛当贵用，却要拿送牛做头兵。奴才啊，请奴才，生生世故谁无私？万不能。如是，如是，如是，如是。木斋，你不要过来！如是，你回答我，难道你
真的如此深爱大明吗？木斋，你好糊涂，你毁了我心中的钱谦益。我不能和现在的你厮守终生，你难道还不明白吗？啊！木斋，木斋！一生辛劳忙足光大心学都生生木姑，如是。好夫人，我们就一起去死吧。老爷夫人不能死，
为什么？老爷，献城吧，用你一人的名节换取数十万百姓的身家性命。我要撕烂你的嘴！老爷，奴才说出这句话就没脸再活下去了。可是老爷，像你一朝君臣，并未替百姓办成一点好事，终了连一个死后的名节还舍不得丢掉吗？老爷，夫人，你劝劝老爷吧。夫人，你看，不，你说，你要亲口说。要知道，从今往后，我将失去亲人，失去朋友，失去一切。可是，我再也不能失去你了。夫人，你说，夫人啊，你一定要说。